阿里巴巴99882026年有冇運行？大家好，我係小心，呢個 channel 係關於美股同埋玄學嘅。如果你哋有興趣咧，可以訂閱。如果想知道 update 嘅美股資訊咧，可以訂閱我個 Patreon 嘅。咁我本身書《美股 Crystal 通勝2026》咧已經係出版咗啦。如果你想得到咧裝 Patreon 咧就可以啦。咁最近咧有一啲會員咧就向我查詢啦，究竟係2026年咧嘅港股係牛市定係熊市啦？咁我覺得呢個問題太二元化啦，亦都係唔具代表性。咁不如咧分析一啲嘅個股啦，去揾下一啲嘅蛛絲馬跡。咁香港人其中一隻愛股啦，相信就係阿里巴巴9988。咁好多人叫我研究馬雲㗎，咁但係我就只能夠話佢吉凶參半。咁反而另一個大股東蔡崇信咧，就係比較配合到股價嘅變化嘅。咁佢而家咧就係阿里巴巴嘅董事局主席。咁雖然咧就唔知道蔡崇信嘅時柱啦，但係首三柱咧就淨係得雙財官。咁配合大運嚟睇咧，好大機會咧係重格嘅，咁即係喺金水木嘅。咁而阿里巴巴嘅歷史高位咧，由2020年嘅金水年啦，股價係達到304元㗎嚇。咁而蔡崇信嘅人生旅途上咧，巴巴每一次獲得大額注資咧，都係見到根金嘅。咁目前嘅大運啦，已經係2022年開始嘅忌神劫印大運啦。下年咧就係更加係丙午嘅大火年，咁即係沖咗原局嘅子水啦，同埋克住嘅酉金嘅。咁明年係不利嘅，即係其股價嘅。咁簡單而言啦，阿里巴巴2026年嘅股價咧，其實好大機會係冇運行嘅，咁大家要小心一啲啦。